们终于平安出城了。千万不能这么说，遇到最后关头又要更加小心。我们要小心官府派兵来追我们。对，杨然，你虽然这次没帮上什么大忙，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你。以后吧，找个机会报答你。我的确没帮什么忙，不需要你们报答。说的没错，我们大伙确实不会感激你的。等大家都平安脱险之后，也是我们该做了断的时候。该来的终归要来，听天由命吧。站住！反贼！休想脱逃！怎么回事？关羽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奉巡抚大人之命，将你们逮捕归案。想知道怎么回事，自己问大人去。别以为你们都扮成了道士，本府就认不出来了啊！大人，贫道不解，大人所言何意？你们不清楚没关系，我可清楚得很。来人，给我拖出来！姐姐，是张大虎找他们。别怕。我天哪！冷静，冷静。臭道士，你看清楚了，这两个人是你的道友吗？怎么你不好回答了吧？没关系，我找个人替你回答。来人！你们都给我看清楚了，谁可以告诉我，他为什么要装扮成叶红影的样子？我做的任何事情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不得不佩服你，真的是一条汉子。但是你都快没命了，你还不肯说实话，你究竟是为了谁，要这么委屈你自己呢？啊？你管得着吗？我愿意。哎呦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要学做英雄。但我告诉你，做英雄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你知道吗？终于有人扛不住了啊！小兄弟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爹。我不会认错的，不会认错的。哪有做女儿的不认识自己爹的？我不是你爹。没认错就好。现在你们终于承认了吧？这帮臭道士其实就是反贼叶红影和杨冬晴等人假冒的。潘如真，你看清楚了。叶红影，你还给我装神弄鬼呢！其实本府早就已经认出来了。你要对付的人是我，放他们走吧。叶红影，你没资格跟我讲条件。今天，你们所有的人，一个都不能活！杀！
不仅是我的高徒，也是我叶红野这一生唯一的徒弟。谢谢师父。爱弟，照顾好你爹。少爷不行，我上不了，我必须上。